逆風談笑風生，商道上嘅交際手腕兜囉柚。睇到呢個標題，想必有人會覺得兜囉柚呢3個字有啲粗鄙。其實呢句香港古話藏住老輩人對人際交往嘅通透見解，就連網上搜尋或 AI 都好難道盡其中心意。今日就同大家拆解呢3個字背後嘅人情世故，講下商場上嗰啲睇似精明，實則敗壞關係嘅短視行為。兜囉柚字面意思係轉住彎利用別人，尤其指嗰種唔顧介紹人情面，淨係想借對方人脈謀私利嘅做法。呢種行為喺商場上可謂常見。例如有人拍住你嘅膊頭話：陳總，你同李總咁熟，不如介紹我哋識下，我有筆生意想同佢傾。話聽落客氣，但入邊收埋3層唔尊重。一係冇講清點解要結識，二係冇提係咪願意帶介紹人一齊參與，三係默認對方嘅人脈可以隨便借用。老輩人成日話人脈係張網，牽一髮動全身。介紹人願意將你帶入佢嘅圈子，本身係基於信任，相信你明規矩，相信你唔會單獨行事，更相信你明白3個人嘅飯碗唔可以1個人獨食。但係現實中總有人覺得介紹完就冇嘢啦，轉個頭就繞開中間人，單獨約見對方傾合作。殊不知呢種跳單行為看似撈咗好處，其實係喺度拆毀自己嘅人脈地基。記得10年前，父親認識一位做建材生意嘅張哥，當時佢想拓展裝修公司嘅客戶，託父親介紹認識某間大型裝修集團嘅老總。父親特登安排咗一場飯局，將雙方約埋一齊，仲特意囑咐張哥，呢位老總最睇重長遠合作，你哋傾嘅時候記得講一句係陳先生牽嘅線，第時有機會都要帶一帶父親呢個中間人。點知飯局之後半個月唔夠，張哥就直接繞過父親，自己同老總簽咗約，連個電話都冇打嚟講一聲。後尾個老總偶然同父親提起，父親介紹嗰個張哥食相有啲急喎。自此之後，父親再冇介紹過任何資源俾張哥。而張哥後來想拓展地產商條路嘅時候，搵勻成個圈子都冇人肯幫手，邊個願意將人脈交俾一個唔識感恩嘅人呢？點解兜囉柚嘅行為咁傷人呢？因為佢踩中咗人際交往嘅2條底線，一係忽視咗介紹人嘅信用擔保，人哋願意推薦你俾重要人物，相當於攞自己嘅名聲同你背書。若果你傾衰咗，對方會覺得原來佢身邊都係呢啲人；若果你傾掂咗，但獨吞好處，對方會覺得自己變咗人哋攞好處嘅跳板。二係破壞咗互惠循環，商場上嘅人情往來從來都係今日你帶我揾錢，聽日我帶你發達。例如我認識嘅一位律師，每次經朋友介紹接到案子，都會主動提一句呢單業務有你份，一係分返啲介紹費，一係下次有合適機會優先諗返對方。久而久之，肯幫佢嘅人就越嚟越多，呢啲先係真正嘅長遠計。更有意思嘅係，嗰啲鍾意兜囉柚嘅人，往往以為自己好聰明，覺得能夠繞過中間人係本事。但佢哋冇諗過，真正嘅大老闆最忌唔識規矩。曾聽一位上市公司董事長講：我唔怕對方實力弱，就怕佢唔識感恩。今日佢能夠繞過介紹人我，聽日佢就能夠繞過我去客戶。所以遇到嗰種一上嚟就要介紹資源，但絕口不提如何共贏嘅人，老江湖多數會客氣咁拒絕，唔係唔願意幫，而係怕惹麻煩。其實人際交往嘅道理，祖先一早總結透，借船過河要記得請船家飲碗茶。真正嘅交際手腕，從來唔係投機取巧，而係識得讓每個人都有台階落，有着數可以分。比如有人想經理認識某位客戶，聰明嘅做法係主動講：我約個時間，我哋3個一齊食餐飯，你將盤生意計劃講清楚，我都可以幫口補充幾句。咁樣既顯出你嘅誠意，亦令介紹人覺得被尊重，更令對方感受到你嘅格局。香港人成日講人情留一線，日後好相見。兜囉柚或者能夠幫你賺到一筆快錢，但會令你喺圈子裏邊慢慢失去立足之地。畢竟商場再大都大唔過人情，利潤再厚都厚唔過信任。真正嘅高手都明白，交際嘅核心從來唔係利用邊個，而係成就邊個。今日你肯帶人哋揾錢，聽日人哋先會諗住將機會留俾你。就好似老一輩成日掛喺嘴邊嗰句：人脈唔係你識幾多人，而係幾多人願意識你第二次。少啲投機取巧嘅兜囉柚，多啲互惠互利嘅真誠。
呢啲先係經得起時間考驗嘅交際智慧。歡迎收睇信貸行業專欄作家易峰，請繼續支持、讚好及留意下一集。